55歲古天樂罕有剖白，童年突發失明，藏腦積血，為父母放棄遠遊，低調善舉照亮半生。近日，向來低調寡言、極少深入談論私人生活嘅香港藝人古天樂，接受資深藝人鄭裕玲嘅深度專訪時，罕有敞開心扉，分享咗好多人唔知嘅過往同內心感受。現年55歲嘅佢喺近100分鐘嘅對話入面，講到童年突發怪病，成年後眼部頑疾，照顧高齡父母嘅日常，同埋對人生同親情嘅體會，內容真摯又感人，迅速引發公眾廣泛關注同熱議。呢位以銀幕硬漢形象深入民心，以低調慈善被大眾敬重嘅藝人，卸下光環，展現出柔軟、脆弱但更真實嘅一面，令無數觀眾重新認識呢位娛樂圈零負評男神嘅完整人生。古天樂喺專訪中首次公開一段收埋好多年嘅童年經歷，其驚險程度令聽嘅人都好動容。小學5年級嗰陣，佢毫無先兆咁出現反常身體狀況，突然之間眼前一片白光，瞬間陷入完全失明狀態，每次維持10幾秒先慢慢恢復正常。呢種詭異症狀發作好頻密，一日最多可撻4、5次，無論係上課、課間玩樂定係日常行步，都有可能毫無預兆咁出現，俾細個嘅佢帶嚟好大嘅心理恐懼同生活困擾。父母發現佢嘅反常之後好擔心，即刻帶佢去醫院做全面檢查。經過專業醫學診斷，古天樂被確診腦部有淤血，醫生結合病史同身體狀況綜合分析，估計呢個情況好大機率同出生時缺氧引發嘅腦積血有關。呢個結果令屋企人好揪心，都為呢段突然而來嘅怪病找到咗醫學根源。確定病因之後，古天樂聽從醫囑，堅持長期用藥治療。隨住年紀增長同身體發育，腦部嘅淤血慢慢唔再壓住神經，困擾佢好耐嘅突發性失明症狀先逐漸緩解，直到消失。呢段發生喺童年嘅健康危機，成為佢人生中一段隱秘又深刻嘅回憶。就算隔咗幾十年再提起，依然可以感受到當時嘅緊張同不安。多年之後，古天樂嘅健康問題並冇完全遠離。除咗童年腦部舊患之外，佢近年長期受眼部問題困擾，深受飛蚊症影響，視力狀態一直唔好。更嚴重嘅係，佢右眼視網膜出現2處穿孔，眼前經常有黑線飄動，視覺感受長期受干擾，必須通過專業手術修復治療。面對接二連三嘅身體不適，古天樂始終保持低調忍讓嘅態度。無論係拍攝影視劇入面嘅高強度動作戲份，定係參加各類公開活動，佢都一直以硬朗、專業嘅形象示人，從唔刻意渲染病痛、博同情，堅持以最好狀態投入工作。呢份敬業同堅韌，喺浮誇嘅娛樂圈入面真係好難得。銀幕上塑造過無數硬朗果敢角色嘅古天樂，內心最柔軟嘅角落始終留俾屋企人。專訪中講到父母時，呢位向來沉穩內斂嘅藝人難掩情緒波動，流露出罕有嘅感性一面。近期媽媽生日嘅時候，古天樂公開全家福相，記錄屋企人團聚嘅溫馨時刻。相入面爸爸嘅神情輕鬆俏皮，令佢好溫暖。但係喺獨處嘅時候，凝望同父母嘅合照，古天樂不自覺咁落淚，內心湧起強烈嘅珍惜之情。佢深刻明白到陪伴高齡父母嘅時間好珍貴，所以不斷提醒自己，用心珍惜同父母一齊食飯相處嘅每一個平凡瞬間。呢份樸實嘅孝心，冇華麗嘅表達，卻充滿直擊人心嘅力量。古天樂嘅爸爸已經年過90， 10年前中過腦中風之後，身體狀態同性情都有明顯改變，心智狀態好似小朋友一樣，需要屋企人細心耐心嘅照料。古天樂將照顧爸爸視為生活重心，每日堅持督促爸爸飲營養奶粉，維持身體所需營養。但係爸爸好似小朋友咁唔肯配合，俾照料工作帶嚟唔少挑戰。面對呢個甜蜜嘅負擔，古天樂始終保持耐心同溫柔，將責任同愛意融入日常點滴。喺佢眼中，父母養育自己長大，而家父母年邁，自己梗係要盡全力陪伴喺身邊，悉心照料。呢份樸實嘅家庭觀念，貫穿咗佢嘅人生選擇同生活日常。專訪中最令人感動嘅部分，莫過於古天樂對父母安全嘅極度牽掛。佢坦言自己早就下定決心，唔再帶父母去長途旅行。
做出呢個選擇嘅核心原因係內心深處難以釋懷嘅擔心，驚怕年邁嘅父母喺旅行途中突然身體不適，身處外地難以得到即時妥善嘅治療，一旦出現意外，自己就會冇能力應對，終身遺憾。呢份顧慮並唔係無端出現，而係源於對父母身體狀態嘅清晰認識同深沉愛意。為咗最大限度降低風險，古天樂嚴格控制出行安排，只要外出工作完結，就第一時間返屋企，盡可能留喺父母身邊。佢自己亦主動放棄旅行休閒，將時間同精力優先分配俾屋企，就算犧牲個人生活空間，都冇半句怨言。面對仔仔嘅細心安排，古天樂嘅父母始終理解配合，從冇抱怨過。一家人互相體諒，彼此守護嘅相處模式，平淡但充滿溫情。喺豪門紛爭、親情疏離嘅娛樂圈對比之下，古天樂一家簡單純粹嘅親情關係，好似一股清流，觸動無數人內心對家庭同親情嘅美好向往。人到中年嘅古天樂，經歷過人生起伏，見證過生老病死之後，對幸福嘅定義越嚟越簡單直白。喺佢心中，事業有成、財富積累都不及父母平安健康重要。呢份通透同清醒，源於歲月沉澱，更源於刻入骨髓嘅孝心同責任感。古天樂嘅善良同擔當，唔淨係體現喺對屋企人嘅守護，更延伸到對社會嘅責任。多年以嚟，佢低調堅持慈善事業，通過個人基金會喺內地多處捐建超過137所學校同相關教育設施，為無數貧困地區嘅小朋友改善學習環境，點亮求學之路。佢始終堅持慈善唔作秀嘅原則，極少主動宣傳自己嘅善舉，拒絕借助公益行為博關注、博明星。就算外界因為佢嘅默默付出給予高度讚譽，佢依然保持謙虛低調，將慈善視為份內事，而非炫耀嘅資本。呢份唔張揚嘅善意，堅持咗好多年，鬆冇中斷，用實際行動踐行藝人嘅社會責任。同低調慈善形成鮮明對比嘅，係古天樂極度簡樸嘅個人生活。身處浮花嘅娛樂圈，佢唔追求奢侈消費，唔炫耀物質財富，生活作息規律，日常用品簡單實用，曾經長期用住老式滑蓋手機，對物質享受冇半分執念。喺佢嘅價值排序入面，精神富足、家庭安穩、內心踏實，遠勝過外在嘅光鮮亮麗。佢將大部分精力投入演藝工作同慈善事業，個人生活簡單到近乎樸素。呢種反差令佢喺娛樂圈中獨樹一幟，亦都令古天樂3個字成為口碑同人品嘅代名詞。封神雕俠裏中道翩翩嘅楊過，到尋秦記中機智果敢嘅項少龍，古天樂塑造嘅經典角色陪住幾代觀眾成長，佢演繹嘅穿越題材作品深入民心。但喺真實生活中，佢清醒又通透咁表示，人生冇得穿越時空，改寫過去，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珍惜當下，把握眼前。童年腦部舊患，成年眼部頑疾，父母逐漸老去，呢啲人生經歷令古天樂比普通人更深刻理解生命嘅脆弱同時間嘅寶貴。無論工作幾繁忙，佢都堅持返屋企陪伴父母，用心對待每一次團聚。面對病痛同壓力，佢選擇默默承受，積極面對，唔抱怨，唔賣慘。面對名利同誘惑，佢堅守本心，低調做事，真誠待人。此音頻由訊飛製作 AI 生成。